Hello，大家好，我叫 Amber，咁歡迎嚟到我工作緊嘅機構啦。呢間機構叫做 Freedom and Sana，係專門為智力及發展障礙嘅成年精神病患去工作嘅。咁呢度有 office，我隸屬於 clinical teams，咁一齊入嚟睇下。大家好，我係 Amber，我係一個執業嘅表達藝術治療師。藝術治療係心理治療嘅其中一種，入邊包括有表達藝術治療、藝術治療、音樂治療、戲劇治療等等嘅唔同治療嘅取向。咁我哋喺藝術嘅過程入邊咧，我哋同我哋嘅案主一齊去發掘一啲新嘅資源，去睇下藝術當中佢哋會唔會對自己多咗一啲嘅了解，或者對生命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喺 Art Therapy 入邊咧，好多人以為唔講嘢或者講好少嘢，但係其實 Art Therapy 都好講嘢嘅。咁所以通常我哋一開始咧都會同client 傾下偈。最近過程點啊？有冇啲 challenge 係困擾緊你嘅？然之後，當我哋聽到之後，治療師會去諗一諗，有冇一啲嘅藝術過程係幫到我嘅client 去更加 contain 到呢啲嘅 challenge 或者有新嘅發現呢？咁有啲治療師會選擇進入藝術嘅過程，可能一齊再創作，可能有時係做一啲嘅繪畫，有時可能係一啲嘅 movement，從個身體嘅感覺去發現更加多嘅一啲嘅 resources。咁大概用大部分一半嘅時間去做呢個藝術體驗啦，咁然之後我哋都會有一個時間去同翻我哋 client 去傾偈。啱啱過程入邊，你有冇一啲對自己嘅發現？咁有時我哋會做一啲 bridging 嘅環節，令佢將喺藝術入邊嘅學習翻返去生活嗰度，令到佢可以應用翻喺佢生活層面。當初我係讀藝術系嘅本身，咁畢業嘅時候我諗，咁做咩好呢？因為我唔係嗰種去gallery 擺藝術品嗰種嘅人，我會覺得藝術係連結人同人嘅一種嘅好好嘅渠道。咁所以喺嗰度開始，我就開始揾會唔會一啲係藝術同心理可以 cross over 嘅地方。咁就咁啱見到有個研討會係講緊藝術治療嘅，咁我就膽粗粗入咗去啦。然之後問負責人問，我可唔可以幫手？跟住就真係喺嗰度開始，我就做一啲關於藝術治療嘅協助工作。然之後喺嗰度學識咗有一啲嘅治療，認識咗一啲治療師，有一啲嘅課程。咁之後去讀咗表達藝術治療嘅碩士課程，再之後同表達藝術治療協會去註冊，亦都喺安省嗰度註冊咗一個心理治療師，咁就可以喺呢個執業。我記得我係2023年9月嚟到嘅。咁嗰時已經開始去了解返呢個系統，咁要準備相關嘅文件啦。咁因為我嘅學位唔係美加嘅學位，咁佢哋有一個 scheme 叫做 Mapping Tools，你要交晒你所有course outline，你要俾功課嘅 proof 啦，你要話俾佢聽你喺呢個 course 度學咗啲乜嘢。佢有一張 list 去對應返相關佢嘅要求。咁你要將佢所着重嘅一啲嘅items，你要擺翻落你個 course 度，話俾佢聽你點樣對應。咁我大概做咗60幾版嗰份嘢，跟住佢仲會有一份文件要你寫翻你對某一啲 approach 嘅了解啊，對於治療入邊一啲好重要嘅 issue，譬如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嘅了解，咁你都要寫翻清楚俾佢。咁當你交晒所有學歷相關嘅資歷啦，呢啲嘅文件之後咧，佢就會去做佢嘅批核。如果你有啲嘢唔充足嘅，佢會提議翻你你要補翻呢啲嘢。你先可以去攞呢個嘅專業資格。咁大概我諗我都算順利嘅，我大概用咗5至6個月交晒所有文件，咁佢就話俾我聽你完成咗啦，你而家可以開始執業。我覺得藝術治療或者表達藝術治療或者相關嘅 art therapy 其實喺多倫多嘅發展空間係幾大。呢度嘅人咧比較 open 啲嘅，咁都因為佢哋嘅保險係可以 claim 到呢筆錢，所以其實佢哋相對地係好願意去試呢樣嘢。我記得咧前幾日我都幾 impressed 嘅，有一個新建嘅青少年嚟揾我啦，藝術治療。跟住我問你知唔知點解你嚟嘅？跟住佢話其實我唔知㗎，但係我媽咪同我講，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治療師。跟住佢 interesting，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佢哋有一種就係當我有需要嘅時候，我可以揾治療師，唔代表係因為我有問題。即係因為我有需要，我想揾個人傾，所以咧 we worth have a therapist for ourselves。所以我覺得呢一樣係香港人冇嘅，係有時就係關於市場上面嘅供應啦，同埋當然同個 education 好有關。咁喺個 balance 底下，相對地我會見到多倫多個發展可以更加多，個空間比香港更加多少少。做一個 expressive art therapist，我嘅日常咧大概一日見4至5個 clients。主要係 individual therapy， 我而家咁另外有啲時間大概3個鐘或者2個鐘去寫一啲嘅 session notes 啦，講翻嗰個
session 入邊發生咗啲咩事，同埋下一節需要去處理啲咩嘅 issue 咧。仲有另外咧，因為我喺機構做嘢，咁所以都會有啲 meetings 啊，有一啲好 multi-discipline 嘅 meeting 嘅 collaboration 要做嘅，咁所以我都會有大概1個鐘嘅時間去處理嗰部分嘅溝通或者一啲嘅 planning。我覺得做一個 full time 嘅 position 同埋做一個 freelance 嘅 position 好唔同。咁我而家同時都有呢兩個身份嘅。咁 full time 嘅節奏咧，其實係比較 soothing 啲，比較 balance 啲，因為我而家呢個工作比較 flexible，咁我可以去安排幾時見啊，我嘅 client 幾時去寫 report，幾時開會。咁如果係一個 freelance 嘅 position 咧，咁就真係秒秒都係 business，即係你要做一啲嘢。咁可能係你真係做完 session，咁可能好快你10分鐘你就要寫低一啲 note，然之後再下一個鐘。咁你又要開始見，跟住仲有10分鐘寫 notes，跟住再繼續見。咁所以我會話 freelance 嘅節奏係比較快，比較緊湊嘅。喺 full time 嘅 position，你可以去做多啲 planning，或者你可以做多啲規劃啊。接近可能接下嚟半年，你希望治療工作可能去專注邊一個 aspect 多啲。你 evaluate 過，其實可能你嘅 client overall 需要啲乜嘢咧？喺呢個 setting 入邊，咁就會可以去做一啲嘅 reach out 啦。一開始咧，我唔係好相信 art therapy 可以 virtual 做，因為 art therapy 好着重過程，都好着重物料。譬如我練鳩嚿泥，嗰嚿泥嘅顏色、個濕度、嗰個 texture， 好影響個體驗。咁但係 COVID， 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契機，都俾到我哋治療師學習。其實有機會喺線上，你都可以做到治療㗎。有時咧，發現就係譬如當 client 喺佢哋自己屋企環境啦，好安全底下咧，佢哋會更加自在去表達。或者喺屋企，佢突然記得呢樣嘢對我嚟講好重要，咁有啲 client 會去攞一件嘢同治療師分享，其實都俾到我哋治療師一個 glimpse， 一個小小嘅視覺睇到，原來佢嘅生活係咁樣。佢嘅生活當佢有呢啲嘢嘅時候，有冇加一啲嘢減一啲嘢，可以幫到佢更加融入生活嘅挑戰，係令到佢就算屋企，佢都可以即刻攞啲嘢嚟幫自己咧。我覺得 demand 一定有嘅，咁同埋頭先講到呢度嘅社會嗰個系統其實係好支持大家去揾一啲嘅心理治療嘅 service， 好着重 mental health， 咁就去睇下可能你適合做嘅群組係乜嘢啦。譬如我識得一啲治療師，佢真係擅長同老人家去合作，喺一啲院舍度工作嘅，咁佢哋可以揾翻相關嘅機構。咁如果係一啲可能擅長同小朋友或者家庭工作嘅治療師咧，咁我見到市面上有好多 family clinic。咁有華語嘅 clinic 啦，咁多數都會喺北邊嘅地方啦。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嘗試 reach out 去呢啲 clinic，去話俾佢聽佢擅長嘅治療 approach 係乜嘢啦，然之後去提供服務。我而家喺一個英語嘅 setting 底下，兩個工作嘅地點都係英語 setting 嘅，我都有嘗試去一啲華語嘅 setting 去工作嘅。我覺得如果喺華人嘅 community， 多倫多嘅 community 其實都幾集中嘅，我會話。有 Markham 啦 Thornhill 其實好多華人啦。去到我而家工作呢區，其實好多都係意大利人嚟嘅。如果你工作嘅地點喺華人社區北上少少咧，我覺得你識得普通話，你識得廣東話，絕對係有個優勢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點樣係更加有利個工作咧，我覺得好睇你嘅 setting 啦。第一，第二就係多啲語言係 always better 嘅，即係譬如你識得3語，咁我都試過有啲 situation， 我係要即刻轉晒3個語言，咁我覺得3個語言係好好用嘅。但係當然你個 setting 如果主要係用廣東話或者主要用普通話，而你好明白個語言，你都了解相關嘅 culture， 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一個優勢嚟。呢一項有好多嘅途徑可以入去，有一啲嘅治療師朋友，佢哋係有完全唔同職業嘅背景啦，有Bachelor 都有啲係 Master， 咁佢哋會揾一個 course， 可能係講緊 art therapy， 咁大概最少都要1年半嘅時間去修讀，亦都要做一啲嘅論文、一啲嘅實習，去到完成咗呢啲要求，咁佢哋開始會去唔同嘅協會去了解翻佢哋嘅資歷要求啦，去遞交相關文件，然之後咧做一個註冊嘅治療師。咁好大部分嘅朋友仔都係完成咗一個 master degree， 然之後再去協會嗰度了解翻唔同嘅 course 嘅要求，再去修讀一啲嘅學分，然之後慢慢變成治療師都有。咁本身治療呢行咧，其實係每一年都需要進修嘅。咁所以譬如最近呢幾年有好多嘅治療系統係
比較熱門啦，我咁樣講，因為大家可能更加認識，可能有 IFS，有emotion focus therapy，咁有好多，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其實都要有一啲嘅時數去進修啦。咁另外我見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咧，都會去學習多啲唔同嘅 approach 嘅。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有一個 approach 你要好擅長啦，你要好精於入邊點樣去運用佢嘅手法，然之後有其他 approach，你有基本嘅認識或者你真係有興趣，你去學習一下。咁我覺得嗰個 mindset 係要知道幾時做啲乜嘢，去對應翻 client 嘅需要。咁如果你對應到咧，咁呢個已經係非常好嘅一個嘅工作嘅實務。首先我覺得讀 art therapy 要同 art 有一個好深嘅聯繫，因為 art therapy 唔需要 client 同 art 有好多嘅認識，但係 as 一個 therapist 你要好了解 art 係乜嘢，點樣欣賞 art 嘅本質。第二就係都要對助人行業或者去點樣幫人嘅發展有一個深嘅認識。咁所以如果你都幾 make sure 自己真係好有興趣，好想將呢兩樣嘢結合咧，咁我會覺得你都真係幾可以喺 art therapy 度繼續進心，去 as 呢個 passion，as 你相信嘅一個 career，你想繼續 develop 落去。咁我覺得呢一行係帶住一個嘅 mission 喺入邊嘅。我覺得咧，首先了解咧呢個係一個助人行業啦。我由 day one 入行咧，有治療師都同我講，呢行係唔賺錢嘅，但係你會覺得好 meaningful 嘅。咁首先我覺得要有呢個認知先。如果你接受一個好 lifelong 嘅行業，你可以做到80幾歲。我有好多治療師嘅 supervisor，其實80幾歲都繼續做緊。你 enjoy 一個 profession，好 meaningful 幫到人，一個 lifelong 嘅 profession 係。咁你覺得 financially 你唔需要賺好多錢，我覺得係好 OK 嘅。另外就係做一個藝術治療或者表達藝術治療嘅一個治療師，我覺得某程度上你同 art 嘅連結係都緊密嘅，所以我自己都會有 regular art practice，可以去寫嘢啊，或者去做一啲嘅 visual art 啊。咁如果你覺得喺藝術當中我係有一個好深嘅 connection，我希望將呢一份嘅 connection share 俾我嘅 client 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good sign， 係令到你可以喺個行業度行耐啲。咁呢個係art therapy 一個比較大嘅提醒或者一個建議。我自己相信困難一定有嘅喺生命當中，但係有時點喺我哋嘅生活入邊揾到一啲有力量嘅地方，令到我哋可以同我哋嘅困難共存，而繼續發展自己。咁我覺得呢個係我一個好強嘅治療理念。